去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使技巧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你却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理想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输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记住这个有希望我路相扶。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祝福。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大魂。夜头看去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使技巧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你却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理想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输好，若是会当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机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是变成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哎哟，天黑黑要落雨，阿公阿爷日头要去学，去啊去，去啊去。去着一尾山溜果，伊也黑着真正趣味。我们大高雄又在下雨啦！西北雨，那是西北雨尔，用到的。多谢普利加油！この1週間、高尾久々の多謝普利，哇，真的是。感觉一整年份那个高雄这边的降雨，大概都要在这2个礼拜下完了吧？会不会就是这个礼拜下完之后再也不下雨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好可怕，直接下来是完全没有停的那种用到的那种，你知道吗？大家晚，大家好，午安，我们有1个礼拜的礼拜一又到来了，是不是太快了吧？来，我把大家的聊天室抓过来，不准偷凑我。有没有偷偷猪猪？有没有趁我在忙的时候偷凑我？我要一一来审视，我要偷凑猪。有没有乖？对，我很精明概念的，今天稍微又提早一些了，对。
你知道无所不用其极的有空就想开台，就这些猪4年以来始终如一，只要有空哦，我可以开台了哦，快点哦，好开心哦，我可以开台了。真的就很把握开台的时间，你知道开台时间对我而言多么的重要吗？我的 B 卷好像有点大声，不好意思。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的姨妈差不多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我今天会精明干练哦。对，你看我现在都知道我的 B 卷好像有点太大声，你看我也知道我现在我的 echo 还没有开下去，对。而且我现在也知道我的人气好像忘记开了，对不起，等我一下，我去开一下人气。一下，我等来呢。好，戴一下耳机哈。我现在非常习惯这种，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式的耳机啊？就是它是挂在，它并不是那种2个大大的那个大耳朵包在你的那个耳朵外面，它是比较侵入式的那种，然后有一条线可以挂在那个耳朵上面，就是有点像是。那是监听式耳机吗？还是什么？就是演唱会在用的那种耳机。我现在非常习惯用这种耳机耶。如果我现在开台一下子就改成以前那种很巨大的那种包覆型的，搞不好会不习惯啊。嘿，这样你要有惊醒，是没错。只要姨妈跟我 say goodbye， 我的精神就回来了，我精明概念也回来了，就只差我早上又忙到，我早上早餐吃很饱。对，但是又在忙一些沃克 bra 的，中午其实还没吃哦。我想说快点唱歌唱一唱，因为等一下紧接着我可能3点或3点多，我又得要快点去录音了哦，好多事情哦。对，才想说好，快点忙到一个阶段，我要先开台了，我要先过来见我家兄弟了。首先是他娃娃，对，又是歌回，对，这只猪就无所不用其极的逮到时间就唱歌。店先生没有啦，我今天把握时间，我今天可能3点搞不好就要 say goodbye 了，我要把握我们仅有的这个2个小时，好好的唱歌，不好吗？对不对？公孙呱呱你好，沙罗来西，哈吉巴萨你好，柳树先生没有啦，今天会杂谈一下下，等一下就唱歌了啦，等一下就唱歌，我们大家来审视一下我们上次调完的那个 A 口是不是又跳掉了？对，我每次，因为我是每天关机的小朋友。就每天关机的好宝宝，所以其实每天关机的状况下，好像系统反而容易跳掉，对不对？这也是胜利贺，萨罗来西祖基高瓦桑利贺，然后往好处想，一整年份的量，这次下完之后就安全了，是不是？也是啦，没错啦，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场雨呢，大概很密集的在这2个礼拜，对啊，我又是一只其实很喜欢雨天的猪。就觉得啊，这2个礼拜下完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吗？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这样。对，然后就刚刚怎么突然唱天哦哦嘛？因为最近高雄的是天哦哦啊，直直落雨啊，落雨天嘞，3天3夜都不会累吧？对，以我就是只要姨妈不要跟我报道，嘿，很像真的唱个3天3夜都不会累。但是时间不允许，太多事情要忙了。当初好像因为 V-Stage 的关系，对，没有错，大娃你还记得？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说那种线下可能唱歌活动比较需要这一类的监听耳机吧，来才特别去买。然后买到最后，其实现在也用习惯了。第一，它不占空间，它就是很小巧啊，它就是你。真的就是像一般的那种耳机，很小巧的那种，很好收藏的，你就丢在桌上，它也不占空间啊。然后如果是那种就比较巨大的那种包覆型的，它就真的比较占空间。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一类的，其实真的可以听得比较仔细啦，所以就用习惯了。对啊，Saber 爸爸歌回吧，对对，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哥哥们，欢迎来到猪猪歌回，再见，涛啊！婚礼嘛，对对的，好像全台湾现在基本上都还在下，不过听说啦，水汽很像在这个礼拜就要开始说拜拜了，水汽的部分，对，
对，那不过就是通勤的上班呢，开车的吼，开车的都爱塞里吼，还是要小心啊吼。这个天气基本上，我是觉得温差还好，蛮凉的，对。但是那个雨天视线，其实大家还是通勤注意安全吼。啊，这不是咱的盛红吗？最宝贝、最温柔老婆下午好，对啊，午安，盛红。果然还是没有被盗账号哈，依旧非常专情。小天，来在这里好，还在忙吗？没有，我今天很精明干练啦，小天。哎呀，姨妈已经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啦。对，而且这一次软烂的周期挺有趣的。这一次大概是软烂在礼拜4、礼拜5吧，但是我记得我们姨妈正式敲门，很像是在礼拜5，对吧？没有记错的话啦，很像是在礼拜5还是礼拜6。反正他就是来的前一天，我就已经开始软烂了。对啊，我想起来了，从礼拜4开始软烂。礼拜4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悟心老师两边都注意力超级不集中，然后两边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在讲什么话嘛。对，都各自顾自的讲自己的，所以从礼拜4就开始非常软烂。对，然后礼拜5完全也是没办法，这集中力真的完全已经涣散掉了。对，是像好雷公经典，我们这边打雷了，你没有听到吗？有砰砰砰的声音，这样。对，然后这一次就是居然是先软烂，然后姨妈再来耶。通常猪猪这边的周期是姨妈来当天才会开始软烂，对，但是我这一次比较妙，这一次是先软烂完，然后姨妈才来这样。然后姨妈来当然是继续软烂啊，但姨妈来的前2天就开始软烂了，我天哪！对，小天把你的草字头剪掉，姨妈跟我 say goodbye 了，我精神力渐渐回来了吼。嘿，中南部要小心哦，然后北部目前算和平是不是？我们中南部哇，今天早上也蛮激烈的，好，中南部的大家小心哦，歌回还是歌杂？对，应该唱歌为主啦。对，我今天可能3点或3点多就要拜拜了，我努力多唱几首歌，那个歌请好好选字，好深吼。你就烂吗，笑哥？我想要那个梗图，我就烂这样子。气象局的人说，好，礼拜3开始出梅，是不是？也就是说梅雨季要拜拜了吗？紧接着要来的就是台风季节了。是当的哦，笑哥早安。当的都哪呀？好像是礼拜4开始软烂了，对，没有错，因为礼拜4我就开始。哇，那天还好，并不是正式的台语教学课，因为台语教学课基本上上礼拜已经结束了啊，不应该说上礼拜，然后礼拜4只是轻松的在聊一些就是郑胜聪老师的，就是他那本书的内容嘛。对，完全我跟悟心老师都自顾自的自己在讲自己的，很好笑。有听到很大声，像鼓声，涛啊，小天老大午安，我和大家都午安哈。雷公有没有机敏概念？有啦，雷公刚刚劈下来的绝对就是机敏概念。小妹妹一拉下来，台中又来了你看，我就说机敏概念，他就劈了一下，他就说对他附和我，绝对是正确的，公平中公正公开的。有雷公给我挂报警吼，台中都已经快发霉长菇了吗？我们高雄这2个礼拜很难得都阴阴湿湿的，不是纯杂谈的吗？不，我今天还是会好好的唱歌的，就是来的那种史莱姆形态吗？没有啦，这刚好上个礼拜不叫史莱姆吗？那听到歌声，我心情就快活。歌声若响，歌声若响应该是响音响。歌声若响一直努力的在记台语，要选好字。糟糕要选好字，那个去哪了聊天室呢？要选好字有怎么还是会看错行？真是的，真要唱歌。我会唱歌，但请好好选字哈密瓜神西你好，继续拍表做考快，加油，保持你的清流，不要哪一天切开变成黑的。你一样要是清甜可口多汁的纯天然的哈密瓜，不要哪一天切开之后真的是黑的，知道没有？
哈密瓜保持你的清流，保持你的清甜，知道吗？现在吃肉燥饭猪血汤50块哦啊，秀啦！我是蛮爱喝猪血汤的，对，只是开始在饮食控管之后，我猪肠就会稍微请老板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对，不然吃个猪血其实我觉得也蛮清爽的。它是油在猪肠，那个猪肠真的哦，那我现在又在流口水了。小喵喵，把草字头剪掉，听姐姐的话。听姐姐的话，不然就要被姐姐小猪牙咬了。哈密瓜董事长早安，他变成董事长了。刚刚声音好特别，就是像是肚子在叫。好啦，被你们发现了，我中午还没吃吗？不要因为说谎然后打雷，是说谎的味道。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好可怕哦！真的冰还在冰箱吗？对，这水还在冰箱，可恶！我的水在我旁边啦，有没有听到我的水壶啊？就是大哥你好，欢迎来到弟弟盖冰的。我昨天不知道为啥脑袋一直唱的忘，为什么？喜安怎？猪全身都。对，猪是一只物尽其用的生物，我也真的觉得这只猪真的全身都能吃之外，还可以有猪皮做成一些我们的生活用品，有没有？真的是猪，真的是非常受用，在这个世界上很骄傲。吴天你好，怎么可以被咬？等一下，神力宝贝，你不对劲，你是被谁盗账号？草字头剪掉是这种精草干练吗？你们好好阅读呢，好好的解读别人的意思好吗？不要超译好吗？排队被咬，我觉得我们4.0多了这个小猪牙真的是，大家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你知道吗？我们家面线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你像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就欢喜了。你刚在一起什么代志？我好开心哦！最近看到我们套组又渐渐减少了几组，然后不晓得是谁又偷偷的把我们的精装版的2组默默的下标带走了，好开心哦！谢谢你我的支持。精装版的部分虽然说没有给大家立期限，可是看那个数字渐渐往下，好开心哦！对，精装版真的是会让大家就是封面诈欺到很爽快的那种，就是完完全全烧成本在诈欺你们你们。我真的觉得你们拿到当下一定会很惊喜，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开，也是希望这个惊喜保留到大家拿在手上，真的被骗得很爽到。对所以就是不给大家时间压力，就是在专辑的部分，等到你们收到了实体，然后想要再加购收藏，或者是帮我们做一个加购推广，交给你们决定。对，消费者最大。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一点卖关子，希望让你们收到真的是会很惊喜的假期。但瓶装版其实差不多就那样，对，瓶装版就是童叟无欺，只能那样。顶多朱蒂卡亲自帮你们排版就是这样子，对。然后瓶装版我们就走一个童叟无欺路线，完全没有惊喜，不好意思。我们把惊喜留在这个精装版这个精装版，然后谢谢大家的收藏。那目前精装版很像。大家替我们冲到了只剩下32张这个数字这个32张只要接下来达标的话，朱蒂卡就会公出第2害怕食材了，还很稳哦，请大家加油哦，大家再加油一点不过我是觉得迟早会被解锁啦，因为毕竟没有时间的压力。来，有时间的压力是倒一个呢？有时间的压力就是我生日的这个商品，比较有时间压力的其实就是我的生日周边啦，就是目前我们预购中的这个非常台湾味的，没有错，它出现了我们的宫庙系列、台湾味系列的这些周边，哇，你看人家光是宫庙旗帜抬到一个不行哦。还有背心，背心只差7件哦，谢谢大家，只差7件，我们就要达送印的这个目标了。来，还有没有宫庙帽？有没有？来，有帽子，有背心，他们是一组 CP， 不要拆散他们。还有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立牌也放在里面了，我们套组里面，好不好？全部带走。我们是原本打算预购到6月25号，对，但是我算了一下日期。我们26号有一场大型的台语联动，对不对？而且26号那天礼拜五，不如我是觉得大家就预购到26号，对，所以基本上不是预购到26，要不然就是27，
我们可能会在，好可怕，他一直打雷，他一直打雷。对，我们大概是抓可能预购到26号或者是27号，然后确定收单的时间搞不好会是在，反正就是27号或28号啦。我再想一下，因为我们的大型联动结束是在晚上，我真的很难得会在晚上出现所以26号晚上大型联动结尾稍微再宣传一下，然后大概27号再给大家最后的一天可以购买，我们28号搞不好就收单了，大概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会落在25号那个礼拜我们就会收单。对，大家确切日期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安排在27号的晚上，可能11点59分，不59分还是可以啦，大概28号的凌晨12点后，反正就是凌晨0:00分，请阿欧帮我切掉，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总之就是在25号的那个礼拜，大家把握时间。阿欧也会尽情的密集的在下个礼拜也会努力的快点，就是跟大家知会一下说，我们那个预购期限快到了。对，然后如果真的赶不上，那就不恩婚呐，不要紧呐，就没有缘分啦，就这样子然后我这一下聊天室我刚我看一下野猪的话，好像牙齿也有不少过。等一下，不愧是原住民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原住民的贵公子，我们的Tawa非常的了解，我们原住民真是对各式各样的这个山间的动物物尽其用了。野猪的这个猪牙基本上真的是还颇好用的。昨天我嘉义回来就外公条的记，可能有哪一首歌这样子是吗？原来小喵喵的外公到底在嘎叽燃烧神教厉害，只用 no 胖才真实吗？可恶，没错，德奇波代口，无法否认。报告主持人，请问后面调那么亮是故意的吗？有很亮吗？有太亮了是吗？好，那就当说是故意的吧。会太亮吗？有吗？我不知道我今天打开就发现，这样好像还好好的，继续就这样子。到时候就会变得一边开心一边期待一边等着公开之后变怎样被迫害。说我会变成什么东西开心一边期待一边等着公开之后，什么哪一个完蛋了，我跳掉了，我记忆体跳掉。他妈，你再跟我讲一次是哪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专辑的部分吗？然后套组销售状况目前如何吗？报告小天，我们目前背心的部分差7件，差7件就可以达我们背心的最低印量，然后其他的部分我倒是没有去细算，因为其他比较没有最低印量的压力。其他就是到时候统计完，然后看有几组，然后就照着上面的那个就是数量去做这样子，所以其他我并没有特别去做统计这样。对走之前大家喜欢的话，我们这次套组真的是很特别，然后非常喜欢台湾味的你们，请一定要好好的替我们多多支持然后 KKBOX 收听中会有什么收益差别吗？KKBOX 这个要问 Double 老师，但我记得好像也没差呢。好像也还好的样子，还是有，其实我不知道，我再问一下大波老师。不好，你来呀！一直在打雷老师都讲了，然后把剪下来又炒了。是，您说的都是对，你说的都是真哦。8月1号先生你好你好，胡说八道先生你个来胡说八道这把在很展望的手机的主题是底下的钢琴，是我的机械哟。对，这雷声超大的，我哪有说错话？我童叟无欺耶！陈安你好，谢谢你加入46个月住宅专员，然后屯屯你好，来到猪猪频道，谢谢你。然后猪猪真的稀有，比日本压缩机还稀有，我是说真的。26号那天晚上，我真的很难得会出现对，而且26号那天是悟仙老师会特别来到高雄，跟我一起在我自己这边的工作室直播，因为那天的活动很有趣，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可能会忙不过来的状况，所以需要就是悟仙老师在旁边做一个协助。所以那天除了就是邀请过来的 B 朋朋们真的都很厉害、很优秀又很可爱大家都玩得很疯的那种。然后我们的节目流程真的也会蛮潇洒的，所
所以那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然后是薄荷女郎，等一下，重新变成薄荷女郎了吗？然后亮到以为是佛祖显灵的阿弥陀佛。对不起，喝口水。我没有发现会太亮吗？亮到你们觉得眼睛不舒服的话，猪猪可以为你们稍微调暗一点哦。然后才不是在说什么专辑达标公害原来是讲这个。好，我想说完蛋了，我还有立什么旗吗？对，我们32张，你们那个旗不好拔，但是拔起来之后，对，就只能接受。跟你们讲，我第二害怕食物是什么？我就只能跟你们抖出来了。对，而且如果真的是一下子趴的，就是32张，一瞬间就是大量的全美的话啦。对，为了你们，我真的可以做成太极蛋糕，弄死自己，让你们开心一下。然后盛红，豆豆啊休困，长官你来呀，欢迎来到迪卡频道。然后薄荷你还好吗？然后什么风的力气？说带嘞，我帮你们再调暗一点，你们等我一下。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大魂。等一下，我刚刚一直没有开麦，我刚刚一直没有开麦克风，等一下，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没有开麦克风，坏了饭，我刚刚讲怎么办？我刚刚跟你们聊到什么？我讲到哪里了？Oh shit， 又来了。小小本的念真你好，不好意思啊，怎么转场过来就跑？刚刚一定是有人盗我账号，对，说的太好了，怎么可以这样？我刚刚真的没有发现，我shit，我刚刚讲的这么开心我讲的很开心三人先生你也被炸出来了吗？怎么啦？长官刚刚要偷臭的是我，一定是。你们谁盗我账号？长官刚刚又偷射手了，威武走出大旋风里。これはなんだっけ？いのみちあき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突然转场开始，什么都听不到，气死我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迪卡突然的精明概念。小猴子你看看他们，我刚刚还努力的就是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就说
我们生日季周边的那个背心的部分，就是不管有没有到最低音量，其实大家都不要有压力，我还在哄大家我还跟大家讲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20键是最低音量，但即使没有到最低音量，猪猪还是会硬。那顶多就是在我们可能收单之后看说，好，例如收单是15还是16键好了，对，那我们就把那个可能大家预定的那15、16件抽起来，那可能剩下3、4件啊，或者4、5件好了，我们一样会放上G图的这个平台上面继续做兜售，对。但是其他的周边可能就真的是看数量，就是需要印几件我们就印几件，不会再做多余的兜售。所以背心未来啦，还有新朋友或者你们来不及这一档的话，对，那可能背心搞不好还有机会再买，对。但是呢，如果背心你们之后在这最后的10天啊、11天愿意帮我们冲到最低音量的话，谢谢你们。那可能也是会在例如28号收单之后，就未来也不会有机会再放上去寄图，对，所以就只看会不会达到最低音量这样，对。那没有达到最低音量，反正背心我一定会也是会印这样子，对，然后再看说剩几件放几件。但是如果背心有达最低音量，那可能就很开心的就是印，但是可能就不会有多余的再放上寄图的这个平台，对，大概是这样子。我刚还在哄大家说没关系，时间到了，如果大家还是忘记，那没有缘分呢。阿弥陀佛，讲了这么多就没有跟我开麦，气死我！就没有开麦。好，谢谢8月1号先生，我自言自语是我自言自语。听一听就突然没声音，谢谢三人先生。既然相逢自是有缘，既然是被这个精明干练的这一个桥段炸出来了，对，不如捧场一下我们的生日周边或者我们的第2B专辑哈。我们相逢自是有缘，对，我们缘分呢告诉我们，对，该买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忙了一下，就不小心按到暂停。什么不该怀疑猪猪的，气死我了！好，不是我们俗话说得好 ，Monday Blue， 对，我就这么对精明干练一下，让你们整个精气神都来了，你们就不了解我的用心良苦嘛？对，你们都不觉得说，这是人家安排好的桥段，对，让你们稍微在这个下午很悠闲的时间，特别又是很想睡的时间给你们稍微补一下元气。对，我演的这么用心良苦，你们都感觉不出来吗？刚刚的那一趴，精明干练的演出了非常非常非常可以爆翻车奖的桥段，你们都感觉不出来吗？社畜第二，欢迎来到对外边的就是推广神明文化是不错的，不代表观众跟着有吧？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消费者お客様は神様どういうこと聞いたことがおります？这在日本那边呢，就是这个消费者呢，我们顾客就跟神明一样啊，这个在日本有这一个说法呢，对，就是这我们就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放在我们的直播间，搞不好哪一天我被禁麦，我又忘记开麦，你们也通灵得到嘛，是不是？だからこそお客様が神様だよ、わかる？君たちが神様だから、私が何か言ったのが絶対わかるじゃん。わかるでしょ，波雅大姐？你一定知影的啦！我头拄讲啥？头拄就真敏感的嘛，就真敏感的喏。刚开台没开到麦克风，怎么这招怎么已经开了半小时？我说马来西亚原住民，你是想被 ban 是不是？没有伴奏，没有声音，没有方式。小天不需要打出来，谢谢。你不需要打出来啊！现在可以报名天风元帅，怎么记啊？长官一出现，马上就是干话的集合体耶！长官，现在可以报名通灵王大。我是觉得下次给你们来玩一下通灵王大战好了，感觉挺有趣的。对，我们搞不好就可以研发出这样的一个企划，你觉得大家觉得如何？你说的都对，感受到。你看我们笑哥知道嘛？对，报名什么天风亮亮的黄通灵考证照，可以欢迎大家来报考。什么？对啊，鸡巴桑，太好了！再把麦克风关回去。好，这样大家都是 kami sama， 我就只好再把麦克风关回去了，不好意思。是这样，但不是这样。好，没关系，先生，你看看他们啊，这不是那模样吗？没人去抱抱，我鸡皮疙瘩拍
梅子，我们的大佬，不准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不对，你就是同流合污的那个头，你就是我们囤积组的始祖梅子囤积组的组长出现了。自从他出现之后，每个人都在囤积，你们好可怕！大家静静看你表演嘛，是有点寂寞啦。对，就真的蛮寂寞了。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讲话吗？一旦被禁埋，就是受不了的不是你们，是我这样子。顾客是神这种的、OK， 我们能不能身为成熟大人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有吗？好，就是因为如此，我觉得我还是开麦吧。对，不可以如此的不成熟，不可以这么任性，不可以这样矮化自己，所以我们还是得开麦，不是吗？牛吗？海底上我不爱吃葡萄瓜，你跟可以走。师傅先生，感谢你，但是我不需要葡萄干。刚下是梅老出现了，这不能怪大家。哈密瓜先生，那我应该怪谁呢？怪麦克风。麦克风应该过来，为什么刚刚不给我关掉？你给我打 BB， 过来打 BB， 这样子吗？这通灵大家怎么玩呢？其实也不需要怎么玩嘞，就我只要把麦克风关掉，然后10分钟看谁有通灵出我在讲什么，但是实在是太困难了。哈密瓜说的对，好，你寂寞就好，好 ，OK， 对，很久没唱这首歌了，让我想到去年疯狂练唱的那2个月这样子。我不要吃葡萄干叶叶厉害。好，坏掉的坏掉的麦克风50块收这样子吗？妹部爸爸，欢迎来到我的低开平德。来，妹部爸爸一次精装版收4张，精装版4张哦，真像是吹落去啊！谢谢大家，我们的精装版还有32张，稳的啦，在大佬不知道要拔旗的这个阶段，对，稳的啦。对，即使你们去传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被拔啦。32张不容易拔啦，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稳。对，顶多年底以前会被拔嘛，不就是这样子吗？好啦，精装版大家有缘分可以光顾一下，搞不好哪一天旗被拔还可以知道朱迪卡除了葡萄干之外还害怕什么。对，然后比较有时间急迫性的就是我们生日季的这些周边，我们预购到原本是预购20到25号，但是刚好26号有比较大型的这个台语联动企划，所以我们是讨论大概有机会预购到27号，我们28号就正式收单这样子。好，就26号给一些可能还比较不常见到猪猪的朋友宣传一下，那我们就27号给大家再有一些时间可以下定，28号正式收单这样子。对，毕竟演幕区的话，相信你一定会被说疯。有吗？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反正我开不开麦就是会刷一排风，对吧？就是会被刷一排风了，我何必呢？我还是好好的开麦讲话好了，反正都会被说疯了，我不如开麦讲话，我自己爽。猪猪很棒，猪猪唱歌好听，猪猪喜欢吃葡萄干。哦，爷爷，谢谢你。哎，奇怪，为什么又2次？为什么他的赞助的那个动画是为什么是2次的啊？等我一下哦，为什么是2次的？我是其中一个没有关掉吗？你们等我一下哦。哎呀，为什么？谢谢爷爷，刚小弟的赞助哦。我们主播非常喜欢观众才会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就是觉得上班很无聊、无处宣泄的薪水，可以彩绘聊天室，或者是加入猪猪的任何的会籍哦。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两个？奇怪，我是哪一个没关到吗？あれ？これじゃないわ。これじゃないね。这个吗？算了，不要关了，我担心关了，然后全部又关掉。我先说个破桌子抓他一开始我在各种反驳，我这个不是反驳，我是就事论事，知道吗？他总是诱导式猜测，是不是？毕竟我们跟兄弟，我们已经朝夕相处4年多，我还参透不透你们吗？我还参不透吗？对，我真的参不透，真的参不透。我始终参不透你们，玩不过你们，你知道吗？我们的精装版，我们这个1680
担心大家买不起，但是为什么他现在卖的还比瓶装版还好？大佬告诉我，没有啊，猪猪1680那个看起来就是比目前的瓶装版666的那个6还便宜啊！你要我买，我不买精装版，难道我傻了吗？我就原来是这样子，就没好过的阿空。水灵宝贝，感谢你的75块，我亲爱的这个水灵小妹啊！绿绿的你非常适合赞助绿绿的75块这个颜色，这颜色非你莫属，好不好？奇怪，我们上次的那个赞助是2个声音，今天声音回复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声音回复之后反而是跑2个赞助的那个效果，到底怎么回事？谢谢您各位帮我测试，在这个 Blue Monday 可以看到，对大家才会聊天室，真非常荣幸啊！这是一笔赞助测试葡萄干。黄金猫山，我就刚小弟的赞助的，不过我刚一到卖假葡萄瓜，我光是看到葡萄干3个字，我就我不行，就像看到国给不利这4个字一样，就够恐怖哎！什么破盒坏掉了破盒，然后就等着他的表情判断是喊你才碰你，我在吉米干脸。我说的话真的是这么好猜测吗？我说的话的 SOP 有这么好猜测吗？然后没事啦，一大一小的 Drive 很可爱吗？谢谢。水灵就这么贴心，你知道吗？在这条路上有一个水灵宝贝当妹妹，真的是你知道多暖心吗？虽然说有时候会在莫名其妙点一起臭猪猪姐姐，可是她真的是很暖心的小妹妹，真的谢谢你。葡萄干好吃，不好吃，柳树先生不可以。4.0感觉可以根据虎牙知道吗？为什么可以根据虎牙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想说声音正常没错，结果我发现大猪猪像是抱着小猪猪走一样。对，你们今天的赞助效果会很可爱哦。这一次应该是他挖的，谢谢，感谢，谢谢他挖又做了一个赞助测试吗？对，然后我依旧找不到为什么他今天跳出来是2个动画，好可爱哦！谢谢你们大家。对，我们这个礼拜啊，礼拜5是端午节，对不对？然后礼拜4呢，我们访谈的来宾是春雨的阿斌，对。当初在找那个我们的台语系列的访谈的来宾，真的很谢谢大家，真的都很踊跃，所以其实我们在很早期就已经把所有的来宾都已经定案了，非常非常的感谢。然后阿斌也是其中一位，好哦，猪猪我要玩，我说好哦，来玩，超有趣的哎。然后左左你好，一大一小以为是75C，是75C，你们说的是。对啊，75C啊，怎么了吗？然后打着招呼说晚安，来听猪猪入睡啊，感谢啊，不过大姐你是安怎个是？你是安怎个是日本的钱啊？而且目前520的这个币值大概和台币是大概也是75上下，是不是？谢谢大姐，还有你紧去喝困哦。快去休息，夜班的大家也辛苦了，而且在高雄这个天气很好睡。对，是春雨的阿斌，对，我们可以，我觉得因为阿斌他是一个很有创作才华的一位 VTuber， 所以不免俗的，我们一定会跟他讨教一下创作的这些可能过程跟建议，就是我好好学一下。对，因为未来我也希望我未来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自己创作一些就是歌曲类的东西，我是认真的。对，虽然说我还是个小白，就是还不晓得怎么开始。对，但是刚好透过礼拜4的节目，我觉得也可以跟阿斌讨教一下。对，然后也希望阿斌可以玩得开心。什么75C没事，谢谢，我们同手无息75C。对，然后对，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集中赞助75，总之谢谢你们。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哦。我们这个礼拜又少一天可以跟大家见面开台的时间，对，所以
礼拜三虽然是安排突发录音，对，但是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尽可能还是希望可以短短的时间也好，看礼拜三能不能也开一下。但是如果真的也还是没办法的话，那就是礼拜四见。对，这礼拜录音的工作比较多，像我等一下3点我又要去录音了。对啊，好像已经1点半了，时间过好快。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啦，猪猪乖乖乖乖先唱歌。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我们这个礼拜我就会快点把我们高阶会员的表单广发给大家。对，我们下个礼拜要来啊，没有意外的话，因为下个礼拜要安排那个什么比较大型联动企划，所以我是在考虑说是不是延到可能29、30的那个礼拜，我们再制作高阶会员的回馈。对，我看一下下个礼拜的排程。对，但下个礼拜如果整合下来，如果要安排那个大型联动比较忙的话，我们的高阶会员相爱相杀回馈就会安排在29、30。每个月完完全全不同的菜单，我们已经玩到了第4年半了，继续玩下去很好，你各位兄弟们哦。这个月是德国布丁加上花椒粉，非常对你们而言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尬词的尬词版，好好把握哈，好好把握哈。可是我觉得烤起来感觉会很好吃，因为我本身很爱吃德国布丁，我向人家流口水了。好了，回去缝棉花了吗？棉花？哦，好，请慢慢缝，柳树先生。萨多来，睡醒啦。小喵喵姐姐要唱歌了，好了，姐姐唱歌啦，姐姐唱歌。对，是德国布丁啊 ，Saber 爸爸，Saber 爸爸离开之后，我们这边就多了非常多的点心，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引诱 Saber 爸爸回来。对，德国布丁想加的，趁现在，我们真的是每个月我去翻我们以往的菜单，很像基本上都99%没有重复，好不好？我们的相爱相杀真的可以到永久，嘿。相信下个月依旧是不一样的菜单。是不是爸爸德国布丁有兴趣可以把握6月份哦？吼，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不管是加绿巨还是加 YT 都非常欢迎，感谢你们。是不是要回去嘛？是爸爸该了，好不好？虽然说不晓得是爸爸对于就是小公主吃点心的range 开放到哪里？对，那如果说小朋友要吃的话，如果1、2岁的话啦，其实原味的德国布丁可以让它尝一些。对，因为朱迪卡的用料其实是龟毛到就是很少添加物的，你们也知道，所以才叫你们不要囤积，我真的怕你们拉肚子。对，所以一旦爸爸加入的话，我可能都会，如果你们来不及填单，我自己也会刻意安排给你们原味的，因为像是劲爆总裁他也是常常会给小朋友吃，那他也是常常忘记填单，甚至是没时间填单的族群，我会直接帮他出和平版的，对，因为他都会分享给小朋友这样子，对，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也可以跟猪猪讲一下，那可能你们来不及填单，或者是我要出货的时候还不晓得你们要什么口味，我就会自动帮你们归类在和平版本，家有小孩我就会比较和平，对，但是如果是那个很忙碌的梅子囤积组，那个忘记填单，直接归类在尬子版本，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没有填单，然后家里有小孩之类的，是你们的免死金牌哦。对，我还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吃得开心啦。对，因为猪猪姐姐这边还是希望，家里有小孩也可以让他们就很期待每个月会是什么样的点心这样子。你们很开放是不是？那德国布丁刚好很适合小朋友好，那但是我觉得不要有压力，毕竟我也很担心，就是人夫们加入进来，就是夫人会不会觉得不开心、生气？对，所以我很谢谢人夫们愿意支持高阶会员，但是还是工作跟家庭和谐为主，因为老婆开心，全家就开心，真的。听猪猪姐姐的话是真的。对，小公主哦，直接自动导航吗，大姐？对，肯定填啊。我知道，如果是要迫害，给那一只齿木先生。给那只慈木狗狗，绝对你给我填和平版，我也直接给你们送成嘎子版的啦齁。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德国布丁好吃哦。好啦，我们来唱歌了齁。就是不
哦，夫人会发现吗？夫人会发现吗？除非夫人低我台，不然我有时候还是会跟人夫们讲说，你们有家的话，还是希望你们是家庭和谐的这个状况下再加啦，不然我会蛮担心的。哦，像是我们长官人夫啊，这个月就杀了我们诺诺1个月啊，这个真的是希望长官就是还是四肢和平的长出来啊，我们感谢长官啊。我们这个月居然是我们长官人夫下手让诺诺吃，很棒！你们的相爱相杀，真的双赢的局面，我自己看的也好快乐。对，不过大家还是老话一句，大家把自己生活照顾好我们才可以长长久久啦真的。但是你们愿意一直共体时间呢？这个生而为经营者非常快乐哦。欢迎每个月共体时间，谢谢。等一下都用牙齿打。我们这个非常挺频道的这个人夫啊，这个自从去年的我们的那个募资专案出现之后，我们人夫已经帮我们下了好几笔订单每一笔就断一只手，每一笔断一只脚，我们人夫下了，我记得已经至少有3、4笔4只都没了，现在只剩牙齿到现在依旧还敢。这个月还杀了就是我们的迫害卖场1个月给诺诺真的非常支持，感谢您各位人夫，好不好？老婆不知道要不要让你真的吗？你真的有跟夫人聊过是不是？是宝宝，但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家庭和谐重要。还是说如果老婆大人也对德国布丁有兴趣的话，对，你们可以讨论看看。对，单身低年龄没有小孩问题谢谢兰内嗨 T 桑，我们水母先生，对，这也是很可爱的一个例子。我们的高阶会员可以享有我们150元的会籍免填单的这个资格。对，那水母先生某一天加入了高阶会员，然后在聊天室哭哭的说：“猪猪，我不会填单，但是我想要我们的文化部爸爸的礼物。”我说你想要文化部爸爸的礼物不会填单好，没有问题，我帮你填，我多填所以150元以上的会籍每个月都要记得填单但是如果你不会填单，直接入我们高阶会员，周迪卡直接帮你填单，谢谢。我们水母先生都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他对布丁有兴趣好欸，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期待我们 Super 爸爸回归。对，但是也不要有压力。对，哪一天回归了，猪猪看到订单就知道了或者看到就是 YT 后台就知道了，这样子。先锋兄弟你好，我们先锋兄弟，我们后置的那个实在是太帅了，我都不晓得哪一天我居然有机会3刀流感谢先锋兄弟，来给你吃饭你吃饱不幸好你老婆只有猪猪这样就好。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子民，我们的大姐今天依旧没有被调整好，那梦里什么都有，对不对？我们大姐应该已经在梦乡了。大姐好好休息，欧亚斯米纳塞，好好休息。好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频道有你们常过来讲干话，真的很舒压，真的非常舒压。好啦，兄弟，唱歌了啦！我来 setting 一下，我今天真的只能到3点多兄弟啊！好，我看一下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呢？好，讲到我看到张惠妹的歌单里面的让每个人都心碎，我也心碎了，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让每个人心碎的大佑老师走了，你们知道吗？他居然走了，我就好难过，因为那首歌我很喜欢真的让每个人每个乐迷真的都很心碎。对，还有干图，先锋兄弟，谢谢你。我其实前2天是姨妈来，然后就瘫软在床上的时间比较多，但我那天是被那张你帮我后置那样笑醒，你知道吗？太有才了，先锋兄弟！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你们可以去看我的 Twitter， 就是我只是可能在分享兄弟们完蛋了，就连咏春可能我都有涉猎了，所以那天教练就大概教了我几个可能咏春的一些基本，然后酷
就是有一些系统，我真的觉得配合重训很神奇，对，所以就也请教练帮我就是记录了几张照片，然后其中一张我居然变成索隆了，好酷哦，好酷哦！没想到哪一天我也有办法变成3刀流这样。好，对啊，很意外，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罗大佑老师他做的所有的作品都会就是遗留在我们华人乐团啦，华人音乐圈之类的啦，不一定是乐团，对啊。当然，我相信他的音乐不只是华人啦，就是全世界，都为他哀悼哦，真的是人生无常啊。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首歌。我觉得这一阵子开歌回比较频繁，我尽量挑一些可能这1-2个礼拜比较没有唱到的。好 ，OK， 就这一首开始吧。好，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然后等我一下哦，我也把歌单整理上去。真的是很宁静的下午，刷到来 ，Hello， 我觉得我的 echo 声音又比之前明显了。好，上次草草帮我调完之后，大家应该稍微比较听得到 echo 了。好，对啊，黄大炜老师啊，我刚刚说的罗大佑老师吧？哦，救命，是黄大炜老师啊！完蛋了，讲错，中间都是大黄大炜老师啊，我讲错了啊，真的是心碎耶。可能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太有才了吧？对，但是最近居然听到怎么已经离世了的消息，而且我刚刚居然还讲错人，超级脑雾的，我的天哪！你诅咒人了，讲错啦，黄大炜老师啦！我刚是让我讲成罗大佑吗？我天哪，讲错了，讲错了，快点，歌回吹下去就没事了。好了，两位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讲错了，大炜老师啊！来，我们先从《爱一直闪亮》开始啊。来，好，《爱一直闪亮》，快点，先唱歌。是我们的大炜老师啦，啊，让每个人都心碎的大炜老师走了。晚一点再看看要不要唱那首歌吧。对啊，他那首歌阿妹翻唱的版本真的超级好听，超级。一直得罪两位老师，大炜老师啊，我说错了。来吧。我看一下哦，有没有偏小？我一个人的沙发上，还有你拥抱的力量，起身才看见孤单傲的，好久没唱了，在空气里曝光。
明明是咖啡不加糖，怎么喝还是懒洋洋？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碰到天亮就黑暗。我以为爱一直善良，现在是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我还懂不懂飞翔？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伤透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才让意外了他，红了眼眶。明明是咖啡不加糖，怎么喝还是懒洋洋？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碰到天亮就黑暗。我以为爱一直善良，现在是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我还懂不懂飞翔？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伤透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才让意外了他，红了眼眶。电视里爱情播不完，怎么办才能离开现场？如果我承认你让我很难忘，结局能不能换？我以为爱一直善良，现在是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忘记了我懂飞翔。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想透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才让意外了他，红了眼眶。好，然后下一首他推荐我走心的太阳但前两天有唱过了，我们就尽量挑这一阵子在歌回没有开出来的的歌曲好，爱一直闪亮。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前两天呢，吴昕老师一直推荐我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他就说我生而为猪一定要唱，我说为什么那首歌叫做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我说对啊，爱的主打歌，我说我之前还没就是在学生时代还蛮喜欢唱的然后他说对啊，那你要唱啊，我说为什么，到底有什么关联？他说因为你主打歌啊然后好爱的主打歌，好 OK 很棒不是电先生，我接到3点就一定要切掉，我接到3点就一定要切掉哦不，让我好好唱歌可以开始杂谈了，等一下外父先生让我唱歌拜托，对，就变成爱的猪大哥你知道，然后我就好谢谢，好谢谢对，你知道吗
我说哦，好哦，好吧，忧大家一默。对，不过我其实很久没唱萧亚轩的歌嘞，我只知道在学生时代很喜欢唱她的歌，然后接下来，好，之前觉得这首歌怎么唱都唱不好的这首歌，我看一下，就把它开出来唱一下。也可以，不过这首歌的伴奏一直以来就是在前半段好像都偏小声哦，你等我一下。前两天不是星期六吗？哦，没有，我说应该是上个礼拜啦，没有错，丁先生，你没有错过哦。对，超人的笑话，这个城市播在爱的，对，你们 get 到我很赞这是你高中的梗了，真的是古人，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吴昕老师，你的年纪看不出来会跟我讲这个梗，你知道吗？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学生时代的歌？救命！3点切割懂了吗？尽量，对，尽量。好，我把卡拉 OK 稍微放大一点。它这个版本我听一下后面哦。有啦，后面稍微的有比较大声一点。OK， 就这样的一个音量吧。来喽，从头。一小，我瞧一下哦。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哦妈，这首歌还是好难唱哦。怎么会一再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
心里，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真心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不与你同行的礼物，贴心的让你反悔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真心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没有错。所以爱的朱大哥，你知道在巫仙老师口中讲出来，我其实超级惊讶。我心里想说，你为什么会懂我们这个年代的华语流行梗啊？而且重点是那个年代已经有点久远到我说你跟我讲说你今年才20好几记得巫仙啊，他说真的啊，这个梗超好笑的啊。我就好好谢谢就很好笑。嘿，水上又厉害。好，来自于严艺格的马西耶塞啦，也可以。这首歌我记得我应该是2年前啊，不断的去唱它。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好难唱哦，然后今天来唱它，然后把去年稍微有在学到的一些比较气息的东西放进去，才发现说这首歌就是完全是否流行乐的那些唱法，所以对我而言真的很难唱。对，因为我的唱法其实就比较老派啦，对。然后就其实流行乐的唱法，刚好在去年有在做台语专辑的时候，里面有其中几首歌也是娘娘一直希望我去学习的，这个所谓用气去把那个音导出来，然后才会比较像流行乐的唱法。对，然后这种东西我真的觉得台上10年功你真的要很努力的去练习，然后到今天才大概很像 maybe 知道可以怎么唱，但是你知道怎么唱了，你要又去稳定住它这些东西，哇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啊，所以常常人家说台上10年功啊，真的是这样。怎样啊？这首歌很像也一阵子没唱了，陪你带陪你的安座啊怎样啊？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
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大猫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弟弟改编的。就唱歌老派是因为抖音吗？这个很有趣，我们大家来聊一下。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了，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好，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好宁静哦，不错不错，非常符合朱迪卡精明干练式的歌会，谢谢大家。然后就是唱歌老派是因为抖音很抖，我音很抖嘛，我觉得还有其他原因呢，很像是去年在那个录丢逼专辑的时候，有几首歌就是娘娘有比较希望用流行乐的唱法，所以那个时候有稍微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流行乐唱法，然后也稍微跟曹操聊一下，然后曹操那时候有跟猪猪讲说大概用气息去唱的部分，像我的话我就是习惯我吸一大口气，我整句就是把它唱完，然后甚至我整句还有办法留一些气息在后面做一个抖音战音的表演，对，但是切割出来之后流行乐唱法不会是这样子，流行乐唱法就是说你每一口气都是必须可能在这个字甚至是这一句话就用完，然后下一句话马上就是新的气息要产生，所以流行乐唱法比较偏向气息的运用。当然这有点笼统，也就是说我以往的唱法我就是习惯这一句我吸饱它，我的气就是否在这一句，把任何的技巧然后任何的稀土就是在这一句用完，对。但是流行乐的话就变成说你这个气息的用法，你光是这三个字你可能就必须吸饱用完它，然后再下一句
可能下一句也不过才5个字，但是你必须马上吸饱，然后把那个气用完。所以它那个吸气吐气并不会是一大口，它就一小口一小口一小口用完，吸一小口用完它，吸一小口用完它。我们解读出来，原来这样子是比较佛流行音乐唱法的东西，就你才有办法把一些比较气息比较柔软的东西在这首歌里面做呈现。对，那但是我的唱法有一些跨度比较大的一些歌曲，我就是必须把气吸满，我才有办法把那个炸裂式的东西表演出来。好有趣欸。对，所以去年就是在我不懂这些气息的东西到底要怎么中间切断，然后再吸满它，中间切断的这些东西，我很像到最近才开始懂。对，最近才开始懂，很有趣。对啊，台上10年功，台下10分钟。哦，如果可以这么厉害的话就好了。然后陪你带陪你，有一阵子超喜欢重复听他的歌。我觉得陪你的歌很耐听啊，它有一种魔性。嘿，六一拉下，欢迎来到迪卡也变得，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这些东西只能你就是不断的去听去学，然后哪一天可能就突然很像了解那是什么东西了，对，然后很像大概是这样子唱吧，那种感觉就很有趣。哎呀，所以就是，可是它不会让你马上就变得很厉害，你就还是不断的必须要去唱，不断的要去练这样子。哎呀，大概就这些感觉，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吧。听见下雨的声音很适合在这2天猪之呼吸流行之呼吸的差别，可能是这样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草草是跟我这样做解读，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像真的是这样子。代表猪在录音室还要控制音量，不然很容易音量没有错，没有错。丁先生你讲到重点，就是我是一个唱歌容易太跨太爆的猪，就力量太多啦。对，然后很好笑，所以他们反而是努力在收我的，就是在主歌的东西，就是你有些细节要做表现的时候，你不能太粗硬，不能太粗壮。但是我真的太直男，我真的觉得我的身体里面，我的灵魂里面住着一位直男。为什么？因为365天就只喝温水，对，多喝温水之外，我在做任何事情，在不管是唱歌还是干嘛，我就真的是很直通通，就是头脑很简单。所以我在唱歌的时候，就是会常常就很直，就太直男了，你知道？然后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说，今天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跟我告白过，然后我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就是这么的直。对，直到人家跟我告白完之后，我自己要去思考，或者是人家反复要跟我提醒，跟我暗示，然后我可能过了3-5个月、半年后，我才突然想到，他那天真的在告白。对，但是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你知道吗？直成这样就因为太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太多那些细节的东西，很直。对，但是唱歌的部分，我自己也很希望可以再把它唱得更细致。对，但是去年以前完全不晓得要怎么再更细致，因为太直了。对，很直，你知道吗？然后我看一下跟以前一位老师一样属于大炮。对，所以我其实会被归类在真的是大炮型的歌手，就是变成说我在现场演出，他们完全不担心，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很喜欢在现场那个很炸裂的那些感觉，就我很享受现场的氛围。对，然后很享受现场揍人，不是，完蛋讲出来了。对，我很享受现场跟大家线下，就是我们那个相爱相杀的那个，好怀念啊。然后猪猪我爱你，知道吗？这个反而对我而言，我会脑袋转圈圈，我会觉得说，这个是否朋友很喜欢我这个人，我也会说，谢谢你喜欢我，我很开心，就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他目的是什么，我会不晓得说，原来他还有更深一层的告白。对，因为这样有关系到我，其实对于性别而言，我认为那是中性的。对，我认为那是中性的，就是我稍微再聊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趣的。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认为性别是中性的，我不会因为你是
男生或者是女生，我特别界定你，就说靠近我要干嘛？因为我认为说大家都是朋友，而且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就不管是男生跟女生都有跟我告白过，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很公平的事情，就变成说我不会因为你是男生或女生跟我告白，我就会特别去猜想些什么。那就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就是说，今天你跟我讲说啊，就爱你，我就会界定成那个是中性的一个友好的表示而已。对，所以因为我从小就很爱看本本嘛，你们知道，我就觉得虎王跟小度一定是一对啊，我就觉得男男之间或者是男女之间是可以存在比较纯友谊。然后当然就是两人相爱男女什么的，那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正常。可是我认为，即使是同性，不管是同性异性，一定都存在纯纯的爱，或者是深刻的爱。我觉得那不分性别，所以就造就我就是之后听到别人的告白，我不知道那个是告白，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你喜欢我的传达，但是你想干嘛我不知道，我就只会谢谢对方，很麻烦，你知道吗？所以就变得说我太直了，然后可能要过个几个月之后，可能对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就是反复的，就是可能到底要进还是要退，然后我才某一天会突然参透，会突然知道说，哦，他当下真的是喜欢我在跟我告白，而且那个喜欢是希望可以进一步的那种感觉，太直了，你知道。对，所以就这个跟我做事风格有点像，其实我脑袋就是我的脑袋回路，感觉就是很粗大，然后我做很多事情，我会切入重点，就是大方向是什么我就去做，我不会去太在意旁枝末节，对，因为旁枝末节如果对我没帮助，我就觉得不需要去内耗，我就会直通通的继续往前方前进。对，前方500公尺什么什么对之类的，就目标在前方，旁枝末节好像也没时间去管，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直男的个性，就很好笑。然后去年在灌那个我们的 DOB 专辑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真的是直到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受不了，大概这种感觉啦。对啊，所以突然聊到这个就。稍微再跟大家聊一下哈，直到不行的朱蒂卡，对，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需要被提醒的人，就是说，有时候观众会说啊，猪猪你又碰掉了，你什么东西没用，我超感谢，因为就真的会忘记，真的很需要被提醒，对，啊，但是那个我知道我精明干练，这个就不需要提醒了，谢谢。好啦，下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我看一下用哪一版的卡拉。这里像停留着蜻蜓，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清晨嫩绿的很鲜明，白叶窗折射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拆信，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青苔如今檐下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从简洁的风景，爱是种年轻，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很安静，我付出一
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就把情绪轰了眼睛，不舍得泪在彼此的脸上透明。没有啦，我没有已读不回啊。我觉得我刚刚很认真的在回应飞飞爸爸这句话。简单无尽，缘分不停，谁在担心我？窗台上滴落的雨滴，轻敲着伤心，请每个人都听。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热恋的时刻最任性，不顾一切的给约定。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发现你始终很靠近，默默地陪在我身边，态度坚定。听见下雨的声音啊！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一版好像更好唱，但没关系。来，满村回绿足有悲哀，好像上个礼拜有唱过了吼。来，我们来唱唱之前这阵子比较没有唱到的歌，其实还蛮多首的。好，这首歌。我喝口水哦，谢谢大家的打 call， 也欢迎来到猪猪频道。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右手边的跑马灯全部都是我们在您的置底或者是置顶连结按下去会有的一些商品，对，然后特别是我们的生日周边，目前原本之前是预购到25号，那目前我们是安排可能预购到27号，但是28号就真的会收单了，这样子。对，好，然后以及我们的实体专辑、DV 专辑，目前数量也慢慢的减少中，谢谢大家的支持。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还差32张的精装版，大家解锁掉之后呢，猪猪就会供出第2害怕食材，跟大家相爱相杀哦！欢迎大家，不嫌弃的话也可以玩一下，对，玩一下。对，不过目前我们精装版还是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相信大家都会被诈欺的很开心，期待你们收到封面诈欺的那一刻一定会很惊喜，好不好？好，生日周边还有我们的专辑，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好，支持起来。萨德来，我们这首歌。啊，等一下，我抛到聊天室去了，我在干嘛？哦，对，我提醒聊天室的各位，我们接下来这首歌要秋香了，谢谢。我
干嘛偷聊天室？救命！好蠢哦！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想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小农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问遍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想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小农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问遍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小农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问遍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相信我们能爱得比天光。唱这首歌就想到结尾，好久不见的阿医师，我看他前2天有出现在 DC， 大家最近都很忙，而且为什么他下一首歌又会推荐我《走心的太阳》？到底是我多爱我要又唱这首歌？没有，今天没有要唱，我没有之前唱过了哈。秋香这首歌，我每次唱这首歌其实都会想到我们家阿嬷家可能他刚好啦，就是我记得他这首歌出现。是不是刚好在那个中秋节前后啊？我忘记了，反正每到
秋季或者是有秋天的气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首歌，然后也会想到以前在阿嬷家烤肉，秋天在阿嬷家烤肉的那个时候。因为乡下地方其实虽然说你要说中秋节到底有多凉，其实也没有凉到哪里去，可是阿嬷家那边太阳下山之后，很明显的就是它那个凉风吹过来，哦，好让人怀念哦。那时候穿着短袖，然后烤肉的那种感觉啊，谢谢爸爸，好听吗？果然下雨的猪猪鸡米干草长很快，鸡米干脸，我上手中随时抓着一把剪刀，要帮你们剪草，你们知道吗？你们随时都会帮我种草。然后这位是 RONGLEE 丽伊拉塞，欢迎来到我的离开边的八木共赏花赏月赏秋香，是没有错。我们大家的星野回忆，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星野了，没有关系，星野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赏花赏月赏秋香。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就马上想到星野，但是为什么这首歌的歌词可以这么感人？而且之前还看 MV 看到哭，真的哭成白痴。对，这不是马吹吗？阿吹你好，我今仔日鸡米干嘞吧。好啦，姑且还算鸡米干脸啦，姑且啦，好不好？好啦，谢谢大家。今天时间过好快，你看我只剩下半小时可以唱歌了。对，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知道大家都很忙。来，我们右手边在跑的这个跑马灯，目前比较有急迫性的，来开门见山，急迫性的，这是我们的生日套组啦。我们生日套组只预购到我们的6月27号，原本是6月25号，但是因为我们6月26号有穿插一个比较大型的台语企划，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就是我们预购到6月27号。好不好？我们那个生日周边只预购到6月27号，所以比较有时间的急迫性，当然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知道观众可能来来去去。好，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尊爵不凡的精装版，目前这个旗呢剩下32张，对，如果拿75张拔掉这个旗之后，朱蒂卡就会公出第2极孔食材开台吃给你们看哦。不过这个32张还有32张的这个精装版的这个数量很稳啊，对，它非常的不好拔，好不好？这个旗子没那么容易让你们拔起来哈。然后最后就是去年有回馈应该说去年有投递我们38000以上的专案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精装版实体的这个专辑，也请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们的阿崔就是我们其中一位12万大佬非常感谢阿崔的支持。然后其中一位也是我们的妹部爸爸妹部爸爸去年一共丢了38000跟12万，然后他其实已经有2张实体版的那个精装版的专辑了，但是他前2天自己又默默的下标了2张的精装版。推广，他说要推广供奉拜公嘛非常非常的适合。也欢迎大家，就是精装版是基本上会让大家被诈欺的，真的是很开心。我们现在还在卖关子，所以精装版的部分，希望收到之后你们一致认同，非常适合推广，然后再多帮我们买几张精装版，然后啪的一声，旗就拔掉啦。大概有机会啦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卖个关子。但瓶装版目前就是Sono 妈妈瓶装版，一点惊喜都没有，谢谢。非常诚实。要割什么韭菜？我这个是帮你们把那个你们帮我长的那个草字头割起来，好不好？其实之前还看过一个别人翻拍的功夫片段，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了。真的吗？真的吗？他真的不一样了，草都自己长出来了，不要甩锅给我。我现在很想讲说我没有长草，但是我现在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新衣装，不得不说真的好多草。有没有满头的草？这样就算了，我麦克风上面也有草。好 OK 对，而且我的香菜还在飞哦，我还按一个在飞哦。来，我们稍微把镜头拉近一点，对，来静静的看朱迪卡。我现在每天看我自己
就是小新老师的建模哦，开心舒服，赞啦！会有签名会吗？签名会，我觉得暂时应该。我想一下哦，如果未来有什么线下可以跟你们相爱相杀的，有机会可以请你们带过来签名呢。哎，好像没有不行呢，好像挺有趣的。哎，对耶，电先生，如果未来真的我们还有相爱相杀的这些可能线下，不管是演唱的形态，或者是揍人的形态好了，什么之类的，哎，对耶，好像也可以请你们买过来耶，好像没有不行。毕竟我们这个精装版跟平装版很像，目前是没有预购的这个期限。对，但是如果一旦有签名会的话，我觉得应该啦，高几率会限定是精装版。对，还有对岸有重拍出哈丁野的经典之作《九品芝麻官》，我觉得已经无法再超越了。这好吧，原来如此。不过很开心的是，现在在这个频道讲到星爷梗，还有人接得到哦，好开心哦！还有人接得到星爷梗超级开心的，不愧是熟男们，对，我敬爱的熟男们啊！好，来，我们时间来到2点32分，哇，好快哦！不行，我觉得今天一定唱不够，但是我尽其所能的，快点，我们接下来发的来。哦，这首歌我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唱。哦，来，有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虽然说抓不抓得到前面，我蛮不知呀，我们就抓看看吧。来，巴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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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设定一下。来，是的。又是这一首，全都是泡沫，会不会到9的这一首？谢谢大家。等我一下哦。来，我先听一下前面。阳光下的泡沫是等一下，阳光下。到底开始了没？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OK， 有抓到了，应该是从这里。好，兄弟们，泡沫。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炸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太久没唱了，有什么难过？快点，回忆回来。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炸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在
心，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只一刹的划过，你所有承诺，全都走啊！看错好了，而你的轮廓，怪美啊！怎么一直看错好了？才如此难过。我怕相爱的把握，要如何再搜索？相拥着寂寞，难道就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怎么一直看错了？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防止发挥作用不对，应该是要致命概率发挥作用才对。干嘛一直看错行了啊？等一下，我看一下下一首歌是什么。哇，这首歌很久没唱了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初配信的前1、2年，常常在情歌踏月，是不是？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哇，好怀旧哦！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不是，他已经快走了，怎么还在影响我？你不是要走了吗？啊！姨妈完全走之前还是不能松懈，完全一点松懈都不行啊！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
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打到麦克风，姨妈不是要走了吗？为什么还在精神涣散？不是，怎么感觉比上礼拜还糟糕？不是姨妈，我怎么觉得今天姨妈？我觉得我今天精神很好啊。我觉得我今天精神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一直看错行，然后还介绍错老师，哦救命！我不是，我怎么觉得今天真的比较蓬怎么会这样子？上礼拜顶多软烂，今天是整个是碰到我姨夫家，朱迪卡。老师，好，可以，今天这个蓬字我接住了，今天我就蓬好不好？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有问题怪姨妈，对，都是姨妈，对，全部都是锅，都姨妈这样子。吃点葡萄干就会醒了。对，我觉得那个谁提供一下我葡萄干，谢谢。对，我觉得我需要一点葡萄干提振一下精神。我的烹已上线，而你的轮廓刚好没看破，才如此难过。我烹，就是姨妈，我不是牵拖你，是千真万确，行孝弟弟呵。好啦，猪猪本色演出，好不好？对，我扛，今天我烹，我都烹，今天烹，为了大卫老师，我全部都扛。对，我烹了，真的。要回去了，接下来换你照顾猪猪，烹没有？烹要怎么照顾我？他都这么烹了，是要怎么照顾我啦？太坏了，你们就只关心麦克风，都不关心猪。有一烹就有两烹。3、4烹接续的来，这对烹跟萌我不要，你留着就好。好啦，可以，今天我都烹，今天我都精疲干练，为了大伟老师我全部扛下来，好不好？而且很好笑啊，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在我频道已经唱过千万万次了。每次都好好的介绍了大伟老师，我为什么今天介绍错人？我真的4年多了，大伟老师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前奏一响，马上就要介绍，好好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就今天介绍错人？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一定要
即使介绍错人，我还是要好好的唱这首歌，介绍给大家。大卫老师他留下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等一下我找一下，让我想一下，我那时候伴奏是放去哪里了？我记得这个伴奏好像是在我的伴奏区。好，为了大卫老师，为了我的口误，我扛，好不好？我就是碰，我就是金梦干泪，我碰，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大卫老师。已经唱过这么多次了，让每个人都心碎，为什么就今天介绍错人？天哪！来，既然我都心碎了，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心碎，你们知道吗？这首歌真的很心碎，而且我觉得阿妹的版本更加的心碎。金瓶干练也下线，可以，我扛。我今天就是碰，我今天就是金梦干练，献给大卫老师，献给在天上的他，就是很棒，给个葡萄干嘛？好，谢谢。我觉得他真的要去吃葡萄干处罚一下自己。好心碎哦，每次都讲对，为什么就今天讲错？来，而且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讲错人欸。你说这个就是砰，完全就是砰掉，我扛好不好？来，这首歌如果你们没有听过，一定要介绍给大家。然后我唱的是阿妹的版本，那今天听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去听看看大卫老师他的原版哦。好，哦，超好听。哦，好好听哦。他这个原版真的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哎！这个也是在朱迪卡在年幼时期，在晚上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家，一直反复听着的其中一张专辑。怎么了？不是啊，不要这样，好可怕！等一下，不要这样说停就停啦。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紧紧依偎。我刚刚真的吓一跳不要这样。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惊梦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对不起，我刚也吓到啊！而且在这个 moment， 你真的会背脊发凉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紧紧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你的泪烫伤我的脸，那一次我真的伤悲。兄弟啊，谢谢你们，我不能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要好好的唱。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你的泪烫伤我的脸，从此就再也说不出爱情。哇，这首歌介绍给大家，对，也是我在唱阿妹的歌回的时候，一定会把这首歌拿出来唱。那当然，阿妹的歌回里面，其实我常常会把可能阿妹在比较低潮期的那段时间的歌开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因为她比较炙手可热的歌，我觉得不需要我推广了，所以我比较喜欢推广这些比较冷门时期的歌。当然，就是在唱 Angela 张韶涵的歌回也是一样，我喜欢把她那时候在台湾，比较大家比较少听到的那些歌开给大家听，一样的道理。然后张韶涵，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艺人啊，就是说，我认为她不管在哪里都有办法发光发热，即使她最后选择的不是台湾。对啊，有声大哥你哥来呀！谢谢搜出的汇集，谢谢。我觉得这些有才能的老师们留下了这些音乐作品，我只能说感谢再感谢。虽然说很遗憾，他可能没有办法陪我们太久太长，毕竟生命真的是有尽头的。对，只是就还好还有这些歌曲。对，其实我前阵子一直在听 Michael 的歌，好想念他哦。我真的觉得我小时候听的歌路太广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最让我常接触的只是纳卡西的投币式卡拉 OK 嘛，然后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小时候妈妈不会买那个什么童话故事书的什么 CD 给我听，他们就买对张惠妹。我的入坑专辑就是张惠妹的 Bad Boy， 然后 Bad Boy 听完就喜欢上这位歌手，才再去买她的姐妹。对。然后小时候就是晚上就反复听这些歌曲，尤其是阿妹的歌，然后 Michael Jackson 的歌也是其中一张专辑，那时候好像应该是我哥买回来的吧，然后也不知道他唱什么，对，然后直到这位艺人就是很喜欢的，呼嘿，就觉得好有趣哦。只是他的歌就是很，我只能说很厉害了，对。然后直到长大才发现。大学时期接触到了冲绳民谣，然后他小时候喜欢张惠妹嘛，然后辗转之间又是冲绳民谣，然后在大学求学期间又接触到深山直太郎跟伊清瑶，对，所以猪猪听的东西真的太杂了，杂到不行。可是我觉得反而造就猪猪在选择很多歌曲的时候，其实反而不会因为听到不喜欢的东西，就是我很少会去界定说这是我不喜欢的音乐，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音乐其实都有它所谓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听到重点吗？我精明干练，对，有声大哥。
对，然后我讲到哪里了？我先追一下聊天室好了。4.0的威力吧。我今天为了大卫老师，我可以扛下一切的棚，都是我的错。对，我介绍了《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这么久，为什么就今天会讲错他的名字？我真的超自责的。我刚刚一度超自责，你知道吗？然后一度自己醒了，一度那时候真的醒了。对，姨妈那个倦怠感真的，什么我讲错话了吗？完蛋了，然后就很自责，然后到之后唱歌唱到又松懈，然后又看错行，然后又打到麦克风。我今天都碰都是我是最碰的那一个。然后等一下，记忆体又不足了，我先把你们抓回来一下，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偷凑我。然后也感谢有声大哥送出一个会旗非常非常的感谢。等一下哦。时间来到就3点诶，还没3点啊，2点57分，2点57分。等一下哦，好，我把聊天室抓回来。好，好，碰了，对，碰了，没错，今天很碰。你们按到在，对，刚刚那一瞬间，我其实有点背脊发凉诶。然后又看到牛妈老师在听，不能碰。对，谢谢牛妈，好有力量。如果真的有机会让他听到的话，我会很开心哎，因为这首歌也算是那时候入坑阿妹之后不顾一切这张专辑，好像是不知道第几张了。然后我才知道说这首歌并不是阿妹的，是大伟老师的作品。然后再辗转再去听大伟老师的原唱这样子。然后资深大哥说：“等等，我戴个耳机。”有机会被在天之灵的老师听到会很开心。其实我或许唱的不是很好，一直听到金蒙，对我金蒙，对我其中有一句真的是唱金蒙，我是很励志的艺人，什么东西 ？Michael 45度嘛，太神了啦！哦，就 Michael 真的是Michael 你会发现他会是你很多偶像的偶像，他也是会是你很多偶像的偶像的偶像的偶像，真的，我去问过很多了，真的都是偶像的偶像的偶像，太屌了，太厉害了。然后再回头去看 Michael 的童年跟他的一生，会发现他不平凡的人后面的故事真的也不是很平凡，甚至还蛮悲伤的。对，有种重点金猛干练，好，我今天金猛干练，我都献给了大伟哥了，我金猛干练好不好？来给猪猪第一张会不会暗指爸爸？来给猪猪第一张会不会暗指？什么意思？你是说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吗 ？Michael 这是欧len桑，他真的是永远的神他真的是就是今天我只是一个庶民猪，好，我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猪就算了，但是他会是你的偶像的偶像的偶像哦，你知道那种层级的差别吗？太屌了！而且在以前你们知道网络不发达那个时代。他居然有办法红遍全世界的那些欧美的乡村哦，那个多么偏僻的乡村都还喊得出来 Michael Jackson， 很可怕那个渲染力，就知道他到底有多红了。对 ，Michael 超级猛，对，所以前阵子其实 Michael 的电影上映，我一直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看，对，因为可能会歌迷可能多少会担心说有一些在消费 Michael， 对，但是那时候刚好有因缘际会知道说，居然是他侄子饰演，就他们好像刚好就找到了他的侄子，对，就是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去演，然后我才愿意稍微去关注一下，发现说，这部片其实真的还算可以看，当然一定有反对的声浪，一定还有嘛。那 Michael 本身他的女儿就不太推这部电影，对，我觉得身为可能子女有所谓他们担忧的地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想看，因为真的太喜欢这个艺人，你会到处去找他的影子，那种感觉你懂吗？谢谢小天加入24个月文化部爸爸，台湾花猪猪觉得这个会期已经2年了吗？猪猪，这边跟你碰一球，我会，你那个趴数可以稍微再高一点哈，吉米干练的趴数，虽然说我今天很碰，那带给你快乐，好，谢谢小天。他是24个月的150块的会期，那个是你们眼睛业障重。他也是我们的绿界大佬，每次一加都是加半年的那种一转眼又是半年了，谢谢小天的支持
哦，你说 Bad Boy 吗？哦，对对对，第2张专辑 Bad Boy 没错，直直也是歌手，而且直直他其实也是从小跳舞，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要看嘛，不然去关注一下好了，才发现他直直超拼的才发现他直直真的有在做功课，对，所以才觉得说好，不然看一下好了，然后看下去就更想 Michael 了，好想念他。听说不服侍孙女儿，对，因为毕竟就跟 Zuki Gawa 说的一样，其实毕竟就是商业电影啊，所以女儿觉得对事实是背道而驰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生而为家人，如果今天您各位是 Michael 的家人，我相信一定也是会有占反对票的，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太想去关注，我觉得那个就是很消费 Michael， 但是那时候就稍微去看了一下评论，还是忍不住手指真的是口嫌体正直，你还是会去点一下，想说这个直直到底是可以模仿的多像，然后点下去就你很努力，你很棒，我还是看一下好了，你好，我看一下这样，就口嫌体正直了一下这样，对啊，所以当然啦，商业作品就是商业作品，它可能会美化了很多地方，对啊。不过就是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我就是那个口嫌体正直的猪，谢谢。对啊，还是去看了一下，就觉得好啦，就是好，至少芝芝很努力了，好，芝芝加油这样子，大概这种感觉。对啊，所以生而为就是你偶像的偶像的偶像的偶像，可以传这么多代。他的记录说真的到现在很多记录是没有办法有人去做一个突破的真的很屌，太屌啦，只是我英文太烂了，不然 Michael 的歌其实很多首猪真的也是从小听到大。来，我们接下来好，我这首歌很像也很久没唱了，我不知道会不会翻翻可能就翻时间来到3:03了，还想再唱怎么办？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啊？再一首就好，真的再一首就好，真的。歌几秀的喝啊！我真的等一下会去录音，我会乖，我会乖，真的，我乖，最乖的那个。再一首，真的再一首就好。永远都要在一起。好。翻就翻可能会翻等一下，在翻之前，我先换一个版本，因为简体字猪猪比较不太会看，我找繁体字的，我有简体字阅读障碍，我真的不会看简体。是爱丽丝来啦，爱丽丝。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我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爱是我们刚刚唱到秋香，然后最后一句我就突然想到爱是好久不见，爱是いらっしゃい。想说你爱我的语气，想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是我的唇印，想象你是5月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个路
果我有留下的勇气。我们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带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我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如果阳光永远都炽热，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你能不能不离开呢？我们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带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请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啊，饼干出炉了，好香哦！好像猪猪在烤饼干给你们吃的时候，其实会常常听到那个哔哔哔哔计时的那个哔哔哔哔的声音。啊，对不起，那阿姨斯，刚下个回来那里经历了。哎呦，阿姨斯不愧是我们家最稀有的大佬，有无？前阵子才在看那堆滴滴 reader， 还是咱的小欧经理哦，搁是咱的经理。我们只能说这个600块实在太稀有了，感谢阿英师又让大家见证一次最贵的600块锦鲤是存在的。阿英师刚刚高翔，我们刚刚在唱秋香啦，然后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在练秋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记得秋香的最后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广，然后那时候我们唱到最后都会说广印。突然觉得好怀念哦，而且其实刚刚那首歌啊，多远都要在一起，其实爱能克服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有一点像，除了感情之外啦，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主播跟观众之间的这些感觉吧，就是说就是可能我们彼此是无法触碰到彼此的，对，但是你们对于主播的爱是很深刻很深刻，让你们愿意可能在主播开台的时候就无时无刻就是腻在这里，然后相爱相杀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无关是不是真的是爱情，我觉得其实在深刻的情感上面其实都可以运用对啊，所以刚刚那首歌也献给大家。对啊，每次在线上都觉得远距离看大家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详这样子。也感谢我阿姨先回答我的经理了。那经理，各位崇高的经理人也要记得，不嫌弃的话，我们150块以上的会籍，从3月份开始都领得到我们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些礼物哦。好，那记得要填单，记得要填单，因为我们只认单不认后台。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会员或者是高阶会员，他们其实很保护他们的个资，所以猪猪在这边还是存在着，已经加4年多的高阶会员，他真的是纯赞助我们的汤包哥，他是我唯一无法知道他的个资人在哪里，还有他的手机、生日等等的都很神秘。我的 iPad 不让我打 call 贴图都出不来 ，Q 的只能按。谢谢我的先生，没有关系，你的 iPad 不让你打 call， 只能让你按我们的 Super Chat。这是唯一解了，这没有问题。我们大佬的唯一解就是只能刷 Super Chat。刚才你的70块我收到啊。对我刚讲到哪里啊？对，所以就是记得填单。对，那如果说您今天不会填单的话，我们这边就有可爱的这个水母总裁，就是因为想要文化部爸爸的礼物，但是不会填单，他就直接加入了高阶会员，就免填单了，谢谢。这边就是朱迪卡帮你们处理好了，就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方便。对，如果您真的是1秒钟几10万上下，填单的时间没有，或者你根本不会填单，Judy卡帮你处理。高阶会员是唯一解，谢谢大家。小兰，对，你们记得填单吼，而且是每个月可能都要填哦，因为不见得大家每个月都会加，好，所以我们一律就是认单不认后台，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不好？也谢谢大家，好想再唱一首哦。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生日周边只预购到6月27号，只预购到6月27号，生日周边28号就真的收单了。然后专辑的部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目前专辑目前没有预购期限啦，对，只是我们高阶不是高阶，对不起，只是我们那个期欢迎大家想拔的可以拔一下哦。我们的尊爵不凡的精装版，听说在32张好像就可以把这个旗拔起来了。那这个拔起来之后呢，Judy卡就会公出第2极恐食材。要死一起死啊，相爱相杀一下啊，大概这种感觉。对，还很稳呐，32张，我觉得超稳的。我今天早上看到又少了2张，其实我很开心谢谢大家愿意把这个惊喜留给你们自己，因为你们看到一定会很惊喜。等到你们一一都收到之后，我这边也会稍微再慢慢的做开箱的直播，让你们知道到底多惊喜。对，然后那个时候稍微会再冲一下我们专辑的销量，这样子。对，会有加收，一看到马上就先填单嘛，谢谢，记得填单吼，不要错过你们的权益。好，的是安呢，3点13分，再一首就好，真的再一首就好了，再一首，等一下，真的再一首就好为了大伟老师，我可以再唱一首，我可以吗？可以啦，为了赎罪，对，我要唱。好，我唱。好啦，好久没唱这首歌了，真的再一首就好，真的再一首就好。看一下无人声卡拉 OK， 好。我好久没唱《尘埃》了佳佳的歌。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时间走得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
在孤独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被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来自佳佳的尘埃。对，要录音，但是觉得可以再一首，无限循环再一首。马克先生，晚点补档吗？背心晚点多一件，谢谢。马克先生再多一件，我们就只剩下6件的这个就达最低音量了，这样子不会迟到吗？哦，不会，因为这个是猪猪自己摘录，然后至于是什么原唱曲，今天顺利录完的话，你们这个礼拜就会听到了，很快哦，这个礼拜就会听到了。然后これがmoon是不知道是月亮先生小姐，欢迎来到猪猪频道，这样子对，欲罢不能。对，因为我还没唱我的原创曲啊，我还没唱呢，我还没唱我原创曲呢。我这样走了吗？太可惜了，我们快点再一首啦，原创曲再一首就好，真的再一首，再一首就好，再一首就好，等我一下，真的再一首原创曲。我们真的朱迪卡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感冒，在感冒之前要唱爆，我还不唱爆，对，我要唱爆，对。我看一下，我最近没有唱到的原创曲，好，我们前2天有唱这首了，那我们今天来唱这首，一直在找借口，有啦，我们还没唱原创曲，再一首就好，真的。还没唱到原创曲嘛，对不对？好，再来一首，可以下礼拜听，今天继续唱，不行，因为这个大家给大家的惊喜的这个录音哦，这个好，今天一定要如期交，对，因为毕竟就是有排好这个排程了，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是什么样的歌曲录的东西。来，再一首，对，我们真的再一首，真的啦，快点！这首歌这一阵子好像没唱。我们心碎之后，
落入尘埃之后，我们来动一下。感谢你各位今天赞助的各个 75C 或者 75C 以上以下的赞助，谢谢，致敬您各位的75C。但当然，想要赞助75C以上也是非常的欢迎，或者是向有声大哥送出汇集，也是非常的感谢。甚至是向我们阿英师加入我们600块的经历，或者是想要吃物件，就甲我上贵的迄个会员，就是安尼。感谢各位，不会太辛苦，再一首，真的再一首。我们又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真的再一首，真的啦。好久没唱了，有一阵子没唱了。是啦，我们大佬的声音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咦哟！那天谁没进录音室的，这笔账我记着了，还有下次，全部都给我进去，知道没啊？做梦甲都感觉有啥济，当初海天下我来搭，0800变要记你，英雄将来不分出身。我的嘴家真好味，你倒位来的歌想要甲我比？求天下你指定马祖拢甲我锁定，下一批75C，当歌世台，伊写警察看台，在讲剑来无啥，当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随便怎样总来战我袂停。水开啦！来，恁拢来出台北，高雄到玉山，这比海快地盘换来吃，年轻前面原因 ，It's me， 女生从来不分出身，无心肝加好意，你倒位来的歌想要甲我骗，故事也来四世天地会甲我做阵，下一批75C。当歌世台，伊写警察看台，在讲剑来无啥，当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随便怎样总来战我袂停。世间冷暖，光阴不等待，往后真相无人来令我心怀，千百年间到伊无你，我就是你爱的阿婆代弟。风沙气势海为家，脚踏昆仑送金救众生，救众生。当歌世台，伊写警察看台，在讲剑来无啥，当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随便怎样总来战我袂停。当歌世台，伊写警察看台，在讲剑来无啥，当讲我阻碍，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我就是你爱的阿婆代弟，我就是你爱的阿婆代弟。水开啦！感谢罗娜，75C，水开啦！真叫做水开哦！谢谢各位大佬，想到你们当下在录音室痛并快乐着的表情，我真的好开心哦！这张专辑里面有2首歌融合着我们家观众的声音。全部都是猪猪的勾结会员，还有去年重炮砸下我们的募资专案的各位大佬们，这张专辑我们痛并快乐着的回忆，我会继续宣传下去，不会放过你们。当初那个不好意思进录音室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未来的路上还有下次记得都要进去哦。好啦，谢谢你们，就是可以让我带着你们的声音把这张专辑做出来。你们的声音真的有传出去哦，毕竟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获得了全球音乐奖的认证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投递其他的奖项，
然后希望今年还会有更多很棒，可以更加破圈的成绩出现这样子。那猪猪在这个频道其实就比较单纯的努力就唱歌，然后很开心去年还有这个机会，我们募资成功之后，我们的3D showcase 啊，还有专辑全部都做出来了。对啊，也算是在猪猪频道上画下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跟大家一起的一个里程碑跟记录。对，好快乐哦。也谢谢马克先生，你们当初你们的声音都在里面哦，所以啊，郑重推荐给大家，就是虽然说数位版已经上架一段时间了，不过我们的实体专辑现正还是预购中。对，不嫌弃的话，我们精装版已经变成大家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了，基本上有点像是封面炸漆的形状，但是那个炸漆没错，就像大家看到这个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家一定会被炸漆的很快乐，因为是前所未有的下趴，非常的燃烧经费的下趴。好像真的要去录音了，好吧，为了这个礼拜可以就是真的让大家好好听到那首惊喜的歌曲，我真的要去录音了。我今天扛下了大伟老师的这个，不是大伟老师捧，是我捧，我扛下了大伟老师所我自己遗留下的捧，这样好吗？我今天整个会很捧，我超捧，为了大伟老师我可以很捧，但是希望他在天之灵，我每次在唱到让每个人都心碎的时候，他都可以来听听，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很开心。我今天捧，我很捧，献给大伟老师。对啊，好，我们来找降落的地点吧。而且我今天讲话不敢太大声，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等一下要录音，不然我找到你们再去唱那些臭男生对之类的，这样子不行，我要留一些嗓音，等一下要录音用的。臭男生，好啦，真的要去录音了。谢谢大家，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降落到哪里哦。sau đó来咱来去找茉莉酱好啊，就够追茉莉酱。好，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月的高阶会员是好香好吃的德国布丁，要加要快，要加要快，这样猪猪才好统计数量。还有我们的生日周边一路预购到6月27号，对，28号准时收单，大家把握时间哦。如果真的没有预购到的话，那就没有预购到，对，没有缘分，就这样，那就没有预购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呢。对，我很捧，怎样？为了大伟老师，我很捧，我承认我捧，我要赎罪，我捧。好啦，谢谢你们大家。切片尾咯，没有意外的话，明天继续开；没有意外的话，继续唱。很怕哪一天突然不能唱歌，你们知道吗？超怕的，到底是多爱唱？对，就是这么爱唱，就是这么爱跟你们见面，相爱相杀哦。好啦，我们来切片尾。谢谢大家，我乖乖去录音，我肚子好饿，但是还是要先录音，大家拜拜。来去录音啊！然后我们自底还是自顶连结的各个周边专辑，欢迎大家支持起来，欢迎支持起来吼！谢谢你们大家。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モリ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なんで别讲到伫咧咱的莫莉酱的边的吼，阿姨是我吉米凯莉，阿姨是久久没来，久久没来，你已经忘记碰跟吉米干练长什么样子了吗？没关系，我跟你讲，你现在来猪猪频道，只要刷那个蓝色的就对了，蓝色那个就对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认，就认蓝色4个字的那个就对了哦，谢谢。也感谢今天阿英师的回暖，谢谢你们也辛苦了。お疲れ様。好啦，我去录音啦，不然我早就再唱一首了哦。我去录。明天见，兄弟，谢谢你们。我看到那个周边跟那个专辑数量减少中，好开心哦。兄弟啊，辛苦啦，明天见，拜拜。